来，暂当前是迎风走天涯。爱情放在心内，何必求你来排解？离开你才应该。 我剑魂以魔剑一分定，困住了神宝气风魂。魔剑魂的魔剑虽然厉害。 可是季风云的金刀威力雄厚，魔剑难对金刀。 最后，王剑魂一日被七路。罪犯花分良，也唔赶紧出来束手就擒。一辈人无花无钱，往往会吃亏咯。修道人逆天之行。 后悔莫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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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是逆天？什么又是顺天？在此地我就是天了！非为小说，赶紧将罪犯花分量献出，以免金刀无成。你以为你手中的金刀杀得了我吗？有神啊！ 此乃九将合一，小子你可甲领条了。吴前辈，将我对起杀这个小子，花分量不用再对。小子中了兵道罗汉如意掌，要活命比顶天困难。当今天下。 前辈可算是第一人咯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来人咯！严守小西天。暗中仙，暗公佛。 隐藏在济公的背后，太极要下手，但是济公内心有数。世界走，哪里是嘎嘎嘎？往心走，哪里是嘎嘎嘎？ 哪里是嘎嘎嘎？哪里是嘎嘎嘎？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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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想起了，寺庙是我盖。嘿嘿嘿嘿嘿。 唔知你笑啥话句，实在是乱输来。
啥拢无，迄无站站对来去。老师啊，咱早暗修行未歹，是哦，迄厝内人拢嘛困到那死地，实在难办。老师啊，我这包拢现金，因为我这包拢破烂手款。哦，这阵啊吼，咱兄弟又搁好过日了咧，对啊对啊。你出家人，哈，行路拢无咧看，用骗的。阿弥陀佛，现在。这两包物件是阮的呢。也出家人，我都欠所费，借用一个哈。看的空气上，将咱偷来的物件已经抢去呢。乌脚我赶紧追，对啊！你别啦，快对！不快！你别，对啊！赵环头，赵环头，对啊！奇怪呢，这个控制灯到底是咧变啥梦？呀，原来走去咱家来。哦，迄个后壁吼，阁有两个人咧对呢。嘿，唔通叮当呢，才袂去用看破骹手。点，唔通叮当。一边甲你放一包，比落来。臭和尚，你搁走啊！互咱对我走无路，你落这个暗光，变成暗光笔。哼，也咱迄两包钱呢？我有看见哦，放落这骹，这骹嘛有放，一边放一包，我砍掉的，我甲抛开讲，对，我甲抛开这钱拢摕出来，顺便将这个臭和尚给拖出来，抛死，对，拍开暗光管。哦，这个歌砍真难呢，拍袂开。要若拍袂开，不如将这个暗光甲这个酒甕给讲我破。对，讲我破，我来去找铁棒。用喊的。哎呦喂，哪有人来？回乡必来对啊！哦，你是真唔通，我来。这臭回乡，你来对，一但是啊，拍袂破呢，不要让，拍袂破，奇怪，这是什么暗光哈？什么酒啊？哦，为怎样来鉴定？拍袂破，大变啦！不如阮了，我用火烧。用火烧，烧火含烧，你讲我破较简单，我来去找茶几。茶来了，悄的要放火烧，唔通烧。哪有人咧话？这个四面都无人，可能是暗光来迄个火烧。叫你唔通烧，呀，你拢无听到是？臭火烧！你会惊吼？莫出去！啊，无好势，准备机会。叫恁唔通烧，呀，恁偏要烧，迄是来乱出来。无站在。啊好啊，这个祭典哦，用异花接木。呀，咱两个想要甲心色反倒转，煞互伊喜人。无啥要紧啦，咱叫喜人吼，也毋过趁2包。是啥2包？也都迄两包啊，迄拢金银财宝呢。哦，我这包吼真重，这包可能拢元宝哦。呀，我这包嘛未4包，这大概拢迄个手款破烂，甲伊拍开抗一看，给你变直道。加个你。我
这包牛屎干，真无站站。 无找这个祭奠算账吼，变用这个乱书来。恐怖！最恐怖的中魔山100方便我再来，亚陵园我公分，准备要往到东分峰大破黄魔塔喽！在哪里？愿聪明嘅万念霜，暂停照风中。这讲李秀妍的未婚妻，妙手仙姑老素素。 但人离开了真心路，四处找找济公。伊希望伊济公再续连前缘，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却无情。改造，哪里是嘎嘎嘎？往心走，哪里是嘎嘎嘎？哪里是嘎嘎嘎？哪里是嘎嘎嘎？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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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想起了寺庙是我改。小我现在是这条吼，就是阮新的济公的主题歌。 嘿呀，阮先的吼，哦，实在真后面呢。安尼，互我这个小五神，四界找拢无啦，到我咧米烧车，也行来到这个所在，哎呦，大中镇呢，也镇上人真济，凡说吼，阮先的伫镇上嘛不一定对，入这个镇上甲伊找看卖啊。哦，你来真拄啊！你来真拄啊！大家唔通误会，我都唔是。哎呀，济公神叔啊，你这身的打扮哦，大家拢嘛会认真的吼。这是神叔啊！哦，你最近哦，可能哦，春风得意啊，加真少年。啊，我甲恁讲，我都是。啊，神叔啊，既然哦来到阮这个大中殿，呀，你都爱互阮交代呢。嘿，阮先的吼，实在真情呢哈。 名声探惊声，吼，也行到倒位吼，拢有人要请，不如啊，我就将计就计，倒卖暂时吼，利用新的名，也互因请一顿啊，你咧？陈叔，来阮厝我请，什么来你厝？来阮厝才对啦，来阮厝啦，阮厝啦，阮厝啦，来，各位。也恁的好意并情实在是真感动，也但是我一个人都无法度贴上心，也到每一个厝互恁请，所以对了，先说安尼讲嘛是有理咯，不如安尼，咱这个大中殿有一间水烟楼，水烟楼的所在真出名呢吼，不如咱就请这个神师到水烟楼，也互各位交代。 也毋过神师是修心无修口呢，伊连狗肉都有照，也这个虽然老是素食啊，素食嘛是袂歹呢，食了清血，何况啊食菜好处多多。对了，呀那神师安尼讲吼，咱就请神师到这个虽然楼。虽然，好名，虽然字结缘，也结缘再修缘，带到神师啊，对家来，带到啦。 不是呀，
先生啊，要你对这间水烟楼的所在要满意吧？真满意，真满意。那水烟楼的寿司是我食过寿司上界好食，多谢各位了。先生言中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你是哪只鸟玩的？你啊，贪位打劫！你只鸟玩了，你贪位打劫了。哎呀，一证明还是发生啥代志？看卖咧，看卖咧。哦，你实在是真野蛮呢！你贪位打劫啦！若不是带念你战斗哦，我就将你拍倒在地。我的买鱼也钱唔好我，恁家人实在真野蛮呢！你贪位打劫，哦，一买这个南洋纸啊，哈，你卖到3两银啊！要买物件，你成本都爱钱给我。袂当啊，袂当啊，3两银真贵。稍等咧，稍等咧。这位大哥，也甲这个卖鱼阿伯，恁到底是为啥代志在这个所在咧争吵？我讲你听啦，这个老的卖物件贪位打劫，伊知影讲最近啊，庄内要普渡要大祭典，也需要3升，伊趁这个机会啊，将这个鱼价安尼提高咧一杯南洋酒啊，卖到3两银。先生啊，我讲互你听啦，代志是安尼，因拢毋捌半项，最近啊要掠鱼是偌歹掠呢这个镇西后边遐有一条清水江，迄本来鱼是真多，也毋知啥空最近拢掠无鱼，也这要南洋节我掠3工才掠到，也卖3两银，敢有贵3工的工钱，一提3两银，安尼嘛是无可行。伊乱说讲啦。稍等咧，稍等咧，我问你，是毋是最近这个清水江也真正拢无半尾鱼？这讲先生啊，代志是安尼啦，也毋知怎样。最近这个镇内拢安尼家欠不灵，不但是安尼，这个清水江啊，真正无看半尾鱼啦，这毋知啥缘故。事出必有因，来咯来咯，讲呀讲呀，哇，这个当机王啊已经来安尼，要大显法力，要对付这个清水江内底水怪呢。既然如此，先生啊，请一同来去关心。带咯带咯。1点天星，2点地灵，3点日龙，4点贵族王，天兵行，天将到大情哎呦，你透风啊来，法师啊，你透风啊呢？起工了，恁各位农民听咯我照伊甲来吹落。1点天星，2点地灵，3点日龙，4点贵族王，天兵行，天将到大情这是啥妖怪啊？法师啊，这啥妖怪？小本当机甲伊看来，这可能是千年的水鬼。当机王啊，阮这条江也毋捌死过人你毋捌啦？这水流死位白位流来啦。无啥要紧啊，我将这个链桥啊，甲本法师拢甲贴在江中甲伊挂住。法师，如这个清水江无爬起来呢，无爬起来。恁大家赶紧的落去甲好分去啊！好了，好，赶紧。哇呀，规天巴肚拢食甲泉水，赶紧的甲浮来。好惊人啊！这讲先生，你看这到底是什么妖怪咧作怪？这要详细甲调查，恁将人拢转去，我慢慢甲调查就知道了。先生，要你单言自己，你这个所在恐怕危险。放心啦，放心啦，恁将人拢转去，以免人多势众，也低卡半手。众人啊，照先生的吩咐啊，赶紧离开。这就奇怪了，一平静的清水江，袂无过的起风影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对卖，我小五神小可献一个法力咧。对啊，冒充神的名，也嘛应该有所表现咧。跳入这个清水江，挨得上。小五神撞入清水江，紧张！清水江的内中到底有什么妖怪呢？
可怜的新宝纪风云，受了第五个一掌，身负当上两眼失明，伊拖命在万象山。谁知影背后花文龙领了杀手要伤杀纪风云的性命？新宝纪风云，可认得我吗？哼！罪犯花文龙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难怪你是新宝，两眼失明，仍然有办法认出我花文龙的声音。花文龙，你难得发梦！哈哈哈哈哈！纪风云，现在你讲这话太迟了，来人啊！将这个纪风云结果弹杀啊！纪风云虽然身负重伤，但伊凭最后一口气，要拍出万定位，可是花文龙的手下中刀，纪风云踏入死亡边境路。就在千金湾，在万象山的当庭，阴公四下随去千条。阴公的背后出现了一名长秋龙，一人，这名异人到底是谁？是不是上救纪风云的？黄昏龙兄，亚灵丸国功夫对上三尊。仙变魔，气功高强，喷出了万点的邪功。哎呦，也这卡酒红，甲这卡暗光文无过，也当作我的去路。安尼甲看起来，有人要请我啉酒，也有人要请我食酱菜的款哦。黑喵，暗中仙，暗功夫，二刀挡住济公，济公要如何应付呢？请看精彩续集，真假济公。